安裝工程服務、電工佬。拆除舊熒光燈改成安裝 LED 燈管照明。如果想將舊熒光燈具升級換成 LED 燈管，可以直接慳電達50%，使用壽命更長、更耐用。一個做法係舊嘅熒光燈支架內置有震流器，拆除之後需要重新駁線。另一個做法係拆走成個舊嘅燈盤支架，換全新燈盤，將熒光燈管直接換成 LED 燈管，可以降低耗電能量。為咗避免震流器故障並提高光照品質，最好嘅做法係安裝全新 LED 燈盤，唔再需要震流器。如果你不確定點做，請諮詢專業電工師傅意見。任何情況下，在維修任何燈具之前，請必須先關閉電源，無電下工作。拆舊換新照明工程服務項目包括拆除舊燈管，包括 T5、T8 熒光燈管舊支架，改成安裝 LED 照明燈具或其他 LED 照明，拆一個換一個原位安裝。服務範圍：工商寫字樓、學校等工廠大廈走廊燈管照明工程。拆舊換新照明工程由持牌電工師傅進行安裝。聯絡電話：91808452。